甲骨释文第41集，这集来讲这字串，以中文的解说做动词的贯穿串联，做歹代志的交串，扮演角色的客串。为字形来看，一粒一粒连做伙，当作数词，计算单位就是数词。一串糖葫芦，真正常的讲法，一粒接一粒嘛。一串烤肉，一串鱼丸嘛，真正常。一串香蕉，一串肉粽，一串项链，中文就拢安尼讲啊，有怪怪无？有一粒接一粒无？咱来研究。闽南语的数词这三句，你安怎讲？糖葫芦是字仔签，签是动词，嘛做量词，一签字仔签。一串烤肉，闽南语习惯讲一签烘肉。串是文音，白音串。一串鱼丸，古典台语讲一串鱼丸仔。一串金蕉树，上斗的金蕉有安尼一硬一硬连起来无？无啊，一皮金蕉爱写这个计数单位的皮，金蕉是一硬，搁另一硬相活着，这个皮就是一批、一堆、一罐。白肉粽嘛无人一粒一粒贯穿的这种白法，肉粽是一罐一罐肉粽灌伫粽头。一串项链就有贯穿啊吧？是的，台湾人习惯用充满东夷文化的讲法，一贯盘链。为何呢？咱来详细认捌一下。贝是宝贝，3000年来大家也是拢安尼讲，这是毋是东夷文化用语呢？绝对是嘛，是滨海文化，无可能是高原文化，是吧？古早的东夷人甲贝壳当作钱，会使去便利商店换糖仔哦。咱现代人是毋是真歹理解当时的生活习惯？总是啦，3000年前的商文化一直保留到今，大家搁在讲，要济背字边的用语，咱不知不觉要在使用。亲像这个字，若无用东夷文化来理解，就讲袂通为何这个将背。这个平嘛和宝贝有关系哦。来看平的甲骨文。意思是两串各5个字辈，搁结合变成一盘。这个平白音读盘，例句一盘珍珠。这个文音读平，一盘的意思。你一半，我一半，就是一人一平。宝宝安尼才是有意义的转运哦。宝贝之类的量词。一盘写这个盘，各分一半，倒平、正平用这个平。另外，这个嘛读平，爱用着刀具来破开的写这个平，用手刷开就会使，较轻的宝贝。另外写这个平。换来看这个和宝贝有关系无？有啊，无哪有背字平呢？一串一罐，简化的中文可能认为拢同款啦。你看，教育部国语大词典解说一串字用这个图。闽南语是较有文化深度的，就简单为字形来看，一串是安尼，一罐是头尾相连做伙才是罐，家财万贯的贯，一罐有1000个钱。罐是文音，白音罐，也有哦，做动词用读罐。中文的转动毋是转动，我无乱讲哦。用闽南语搁讲一遍，转空，另一个软空
软桥骹，转一个洞是正空，转过洞，闽南语讲软空。若要做盘链，各个珠背爱先钻一个空，搁用线穿起来就是贯穿。闽南语讲卷，用线穿过珠背的动作叫卷。卷甲钻是无共款的动作，咱先学起来。过来，用线贯穿珠背是动词。卷过的珠背有这两种形态，一种是一寸，一种是一竿。卷古字安尼写，毋是即字毋哦。直寸是寸，头尾相接变一个圆，才是一竿。中文无得分，咱着反复加讲几摆，加深印象，就袂一直停留伫国校仔的程度。一串项链，中文就简单安尼讲，一竿盘链。3000年前滨海东夷文化的讲法，比中文复杂3倍以上。毋知你有兴趣来学无？试试即工读国校仔以下的细汉囡仔爱盘卷，有人还记得即个文化无？求七娘妈来保庇。整理一下，中文就简单拢讲一串，闽南语分真幼，一签李仔签，一签烘肉，一寸鱼丸仔，一皮金蕉，一罐肉粽，一罐盘链。佮补充一下，盘链轻轻仔尔，免啥出力，揢盘链用即字竿，将惯性。所以摕平常较轻松的物件用即字竿，例句灌烧酒，一双骹灌2粒蓝拍，灌一支喙，有责任轻松随便的感觉，用即字竿。若是摕动物担重担，另外即字竿，例句灌2桶水，灌责任。掼即种皮包是轻松也是重担，写倒一字掼，爱写即字掼才有成过府哦。来练习一下注音，喙烂的烂，软活烂，片音声母是软，韵母是活，声调是中声，真简单的注音。换即字盘链的盘，朋友来做伴的伴，有一个一模一样的韵母活，有片音声母伴。搁比对一遍，烂伴真简单，是吧？拢有片音声母，无臭耳人的拢听会捌的注音。搁补充即字皮。一皮金蕉就是一罐金蕉，一皮乌鱼卵就是一罐乌鱼卵。即字硬，轻声硬，就是一斤，就是一条，就是一瓣的意思。一硬金蕉就是一斤金蕉，一硬土豆就是一瓣土豆。这集讲到这，感谢你的收看，咱下一集再会。